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时势咧变迁，永早社会毋捌有迄个送餐人员这款头路。但即马大家咧关心，讲送餐人员的保险有够无？因交通安全有十全无？总是一时风驶一时阵。以早国情原来即当阵招你同齐来听。较早真侪台湾歌谣内底有唱着社会上共款甲送餐人员相像，手面趁食的头路。毋过这个头路，即当今时已经较罕得看。我先来讲一条，你甲我拢真知影的。先来听歌词，讲物件一日一日贵，厝内头喙遮大堆，上骹行甲要褪腿，拄着无销上乞开。我国情啊，这歌词敢若熟悉呢。煞毋知影讲即条歌头一拍，歌词见面唱着就是讲自卑自叹歹命人，父母本来真疼痛，互阮读书几落冬，出业头路无半项。啊，国情我想着啊，这条都烧肉粽。认真讲，这条歌是郭金华老师唱过了后，歌名才改做烧肉粽。自本作词作曲写这条歌的张区东雄老师，歌名是号做卖肉粽。啊，这条歌当时所写，咱干那看这拍歌词，有着当研究其中的内容。见面头一拍讲，物件一日一日贵，厝内头喙遮大堆。是啦，无毋对。身为写艰苦人的心声，这个音乐家张区东雄老师，当时写这条歌的时阵，正就是台湾拄啊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，开始物价一直膨胀，钱愈来愈薄。好到尾啊，就爱4万换1箍迄当阵，毋则个歌词已经亲像历史共款记载落来，讲物件一日一日贵，厝内头喙遮大堆。但即当阵有影啦，社会上已经真罕能去看到有人伫咧卖肉粽咯。毋过咱经过台湾歌谣，咱也想到过去，也想到手面趁食。所谓手面趁食，就是讲手面喙见目见，我总趁到手底食，趁遮济尔，这讲叫做手面趁食。艰苦人烧肉粽的心声，共这个作曲家张区东雄老师，还佫另外一条歌，伊咧写正就是栽培我大汉，阮老爸咧做的头路，收歹天啊！这条歌叫做收酒干。歌词讲顶日去踅太平通，今日就行大龙帮，为着生活会妥当，毋惊大雨甲大风。这条有酒干通卖无？歹东啊旧社铺啊纸通卖无？敢若听到这个曲，相信讲观众朋友你也想起，想起永早时确实街路真侪伫咧画收歹天的人。歌词嘛共款讲出台湾的历史哦。伊内底讲顶日去踅太平通，今日就行大龙帮，这拢是清朝时代，拢是日本政府统治的时代地号名，但即马拢改掉啊啦。即马迄块位啊，若毋是叫做德化街，无就叫做中安西路，无就叫做南京西路，只有是剩这条烧酒干内底，才有法度唱出永早台湾人艰苦的心声。总是无论做倒一道，咱一定爱认真，一定爱拍拼。无论讲大雨甲大风，有一日咱啊，搁较骨力的坚持落去，相信也会有出头天的时阵。